衫嘛洗好吼，中部的人讲做地裤啦，哦，纱文佮讲做地裤啦。啊，咱遮我下乡时拢用种，嘛有地裤，嘛有纱文啦，普通拢有纱文来洗。啊，洗甲好，拢是鞋洗啦，较早鞋啦，无就古井头洗。啊，洗好清气了后，哦，顺顺的清气了后，装落去暗，咱食糜出的麦粒仔吼，啊落去蒸啦，啊无就从面粉落滚一下吼，啊落去收起迄个衫，较早的材质拢是用棉做的嘛，啊拢从咧落去搁落软软的吼，这个热个时啊，要晒个时啊，就爱去扭个寸，即啊晒大了后，迄个衫才会寸，才袂摇摆摆安尼啦。所以讲做上暗是对下来，上暗吼，若热天啊流，冬天是还好，热天是会流汗，啊流汗是规身黏滴滴啊。哦，这上暗的歹处就伫遮啦。啊，外观虽然是水，马上啊穿起来吼，内底衫穿起来会黏滴滴安尼，黏糊糊安尼，